来，乡亲们有一些困过後啊，就轉到呀節目當中咯，見邊嘅何康健來報道嘅呀單元咯，講下來同大家來關心嘅就係內癌嘅個問題哦。誒，睇下前一輯嘛，因為有新聞講啊，吼，嚟個國際同知名嘅啊嚟個明星啦，吼，安吉麗娜·裘麗佢同自家嘅軟骨切脫吼，也所以來呢，我想請美娟來同大家講下，從呀老軟骨切脫吼，所以算係一個預防內癌一定好嘅方式，係冇用佢會按樣做咧。其實講哦，吼，佢按呢切脫的話，只有5%的機會可以預防癌。5%嘅機會都得來做預防先天。對，啊，因為啊，吼，佢愛老年性肝也掉，吼，個也掉嘅脂肪也掉，攏總拿脫。係，對，一般的婦女來講嘅話，吼，較冇辦法接受。係，個。雖然講也係適當先進的一個想法啦，吼，可是真正可以執行的人冇當多。係，好，故所佢喺出街嘅情況，就會因為講啊，有下人其實有按樣嘅經驗嘛，其實想講哦，我就先來做預防嘅一種方式啦，吼，好，頭先其實有提到講一個出街嘅預防嘅一種檢查嘛，吼，也預防嘅檢查也會頭前有一個嘅模型，吼，做係頭先了嘅。老太家講一擺，你就再過來老太家示範一擺，或者係按樣嘅去學樣係輕樣嘅去情況，看看係咪有人硬困。好，也係一個一個模型啦，吼，也就講吼，家有講到嘅細神家下，按樣嘅做，係有隻鏡嘅可以看得到，係，好，先做一片，再過做另外一片，係，好，吼先面頭嘅茶骨水，也係如意，你同樣，吼，也到一中間嘅地方，都我嘅味素開始嚟做，對，先看，看一軟骨嘅形咧。有邊膜，有對稱膜，吼，外表啊，有乜嘅東西壓到膜。從壓到嘅話，吼，有一隻因為人家鏡頭方啊，吼，唔係當明顯啦，吼，一片，吼，做薯片有一隻吼，溜溜嘅凹陷嘅地方。頭先講有啲凹下去，係有凹下啲嘅地方，吼，也按你看得清楚，安尼吼，過來吼，也到也軟頭嘅中間，軟骨頭嘅所在，對，吼，慢慢地，吼，先傾，係，吼。按樣用做鹽嘅方式，到底香鍋按樣香傾出去，傾出去，好，咩講啊？嗬，傾一刀就可以嘅哦，嗬，我傾3-4刀，按樣片嗬，嗬，也裂啦，嗬，越來越大，係，唔知名喺度較沉嘅地方，按樣片，係，對，個牙範圍嗬，到腦杯以後。唔係講嗬，一軟骨呀附近嘅就好，也到也下背嗬，一排骨邊也睇嗬，個也輸吸下，尤其係種係對，輸吸下吸到淋巴嘅地方，係嗬，一片細號嘅下就來做，嗬，也就係一隻部分。呢片講做薯片，幼薯片係做睇咧，嗬，一般做薯片，係。假使講嗬，唔起等做完咧，最後就是生細後嘅，嗬，衰得面從香個做一擺，衰等家下做個做，因為我老人咧嗬，軟骨啊嗬向下，係，按嚟展開來，按嚟面發骨可以面到較沉。按樣嗬，故所以下就係你係切假檢查嘅部分咯，也就大陣嘢，講來食過後1禮拜，嗬，1禮拜。過後面嗬就做一啲來做嘅，再過來就係切假做以外啊嗬，當然我有天氣嘅時間啊，去醫院啊，都之前係咪有講到空氣檢查嘅時間，有一個內癌防治嘅一個起點來講嗬，咪有補助咩嗬，而且唔係因為補助，當然我因為切假嘅空氣來去做，我有做呢啲嘅，有幾多種？其實也檢查法嗬當多嗬，像講聽講，第一就係做聽講，也最簡單嘅，嗬，像細妹人較後生嘅細妹人，嗬，加軟骨嘅組織，較致密啊，較密，較密掉嘅，嗰個話嗬，聽講可能翕較唔出來，聽講嘅下按樣嘅情形來講，會翕唔出來，嚇，嗰幾位配合安尼超音波，超音波嚇去尋安尼，假使喺尋到講啊，嚇有冇正常嘅狀況。
壞嘅花，醫生會建議講吼，用油浸嘅，去留佢出來。古時也時節都係油浸嘅，就係下油嘅嘅浸留佢出，到位也個煮出來。人家煮沙嘅浸咧，煮沙浸就做得咧。普通嘅唔乜當煮，係最要差唔多4號到15號。係。假使講吼，也煮起來有一點嘅吼，冇正常嘅花。醫生總會建議講吼，冇就用較粗條嘅針，也係用傳統嘅切片咧，切一塊，細細塊嘅去花樣。係，嘅我用到粗針嘅，也係切片嘅花，就係講吼，外表已經看起來係冇正常嘅，唔正常嘅，吼，都聽講到有落下去、落下去嘅素材，也係講檢查出來，真是吼有唔正常嘅情形嘅時節，人就會用較粗嘅針，吼，咪像煮沙一種嘅，對，吼，就係當佢粗出來去按粗用去檢查，吼，韓國頭先講就係切片嘅，吼，一下來講，老王伯來講應該技術有較進步掉嘅，吼，有，一下吼，像以前也講嘅媽媽瓜飛，吼，就乳房攝影。一夾係，一夾呢，一夾的，一棟桶呢，係夾差唔多10公斤，安尼，安尼列啊，個當到忽然間燙到嘅，按痛就按痛啊，都冇上愛去檢查嘅。其實講，也係越來越進步嘅，係，我即間咩食做過，輕輕咁落去啦，略像一本書安尼重量，係，其實講唔會痛，係，所以講。可以當放心。古時也都會定期檢查，你愛急救去檢查一擺。也係較後生差唔多30歲，發就去加一張嘢啦，吼。除了特張嘢咧，去加檢查以外，吼，當年定期。一年來講，按就建議哦，愛去做時間定期去做檢查，做一刀就做得。係做本醫生做一刀檢查，吼。嗰個假使係講吼40歲以上嘅，吼到50歲嘅話，吼就除了當年咧，吼理學檢查，吼本醫生檢查以外，最後就配合講啊，吼天光攞超音波，吼按你檢查，一年係超音波，一年係天光，按你交叉檢查會較好。45歲以上也好，吼政府有補助2年1度嘅免費檢查，天光嘅免費檢查。就天光嘅部分，天光嘅部分之前嘅45歲，吼上45歲嘅父母朋友就做一啲有按用嘅一張免費嘅檢查，吼也部分再過來提倡鄉親朋友，吼也真是就係非常之介建議啦，吼愛好好來去去做啦，唔好講不用機器啊，吼嗰種也真是係人自家味道抗天啊，就愛好好來做一張嗰3下兩個上架，未卷講睇嚟，也個檢查嘅部分，就係上來門診睇住嗬，而都也個就係發現嗬，自家有個唔正常嘅一個情形嘅時節啦嗬。當然一開始係拿藥嘅查聽聽，你嘅都也之前哦，你敢實際家去做過像頭先講到嘅一條檢查咧？唔是，完全唔使去做過，唔是做過。哦，幾下咩模擬老唔講愛做一條檢查？都完全冇，因為那個時候資訊比較，他冇按嘅，他沒看工啦，所以就沒有這個危機意識啊。哦，所以講，其實應該按樣講啦，不卡來講，係講成個主為嘅人嗬，可能較冇人去注意到也普遍嗬，誒，你咩自家冇去注意到啊？從一下就就講，你自家本身一下來講啊，嗬，既然係手術過後咧，一下我過去做埋個其他對種嘅檢查咧就。哦，佢半年我做檢查，就係搭半年就愛去醫院做一擺檢查，做一擺檢查，給超音波啦，啊，還是 X 光片啦，啊都要做，啊乳房攝影啊都要做這些。哦，按樣型嗬，嗰個也計普半年一年就半年全部係愛過去做一擺咪嗬，按樣型。一年要做嘅全身骨骼掃描，全身骨骼掃描一年一度係100。一做全身骨骼掃描係做乜嘅？而家就是情況佢有專業嘅嘛，因為像陳太自己係3期咩咧咩，有可能有專業，所以佢講嚇要用安尼全身掃描嘅方式一前看咧，其他嚇像骨頭啦嚇，胸部啦嚇，個
太濃一條，嚇要專業高嘛。哦，安樣型吼，古說係唔係要專業，也都一定重要。古說咧吼，我專業飛針吼，也都自家本身吼，我做時間去嘅吼。像講夜下來講，伊自家都生活當中啊，吼，你有乜嘅要注意嘅冇？給高熱量、高油脂，絕對唔好食咁多。哦，都食咧部分高熱量、高油脂，就唔可以食。還有睡眠要早睡。哦，我早點會睡，而家睇你幾多點睡冇？佢以前生活多麼正常。以前睇幾多點？1-2點嘅。哦，1-2點這樣睡，而家現代運動當然按用去咯，唔係單槍成太自己下按用哦。對呀，所以就唔會去注意到按到嘅身體唔會冇健康啊。古說夜下係較早睡。對。差唔多10點就睡，10點就睡嚟啦，我真實咧，嗬，亦都係較正常嘅生活作息啦，嗬。韓國式來講咧，嗬，就可能沒有調整咧，冇像頭擺按用式，好，也係有其他嘅，像家下添長來每也係有天花，可以係按心臟嘅蔡小姐，哈。你好，想問乜嘢問題？係咪大概去那個衛生所檢查哦，冇事啊，有生活正常哦。你剛才說什麼？哎呀，睡眠哦，睡眠重重要，我正個冇好好睡眠。按那都不會得到那個乳癌嗎？哦，好，就係亞洲問題啦，哈，好，安子些，哈，安子強，護理師來人講咯，哈，係真實啊，哈，就頭先講生活正常啦，哈，睡眠啊，哈，較早啲會睡啦，韓國佢食東西咩當注意，當然啦，按樣都唔會錯到你癌嘅係冇？唔係講100%唔會錯到啦，哈，因為本身家下就有講哈，一樣人哈要4%嘅基因嘛，哈，係癌症，哈，至少講啊，哈，人生活正常一條，哈，除了咩當像人咧有機嘅安尼，當自然嘅食物以外，係，哈，當多嘅環境嘅因素一條咩會影響，係，環境嘅因素，對，哈，唔假使講啊，哈。生活啦，哈工作啦，哈食啲東西，攏總要注意嘅話，當然哎呀得到忌諱，都得講到清大嘅啊，做唔係香港講係講生活嚟講，同亞洲衰，食要食高油脂，嗬，韓國呢可能也咩唔食運動也就當然而家忌諱就會較高的，係講而家就全部都調整好，也忌諱就做得講到清大嘅，嗬，學日頭夫婦按樣嚟大家嚟講到啦，嗬，其實啦咩要動到嘅新聞咯，像前一波嘅咩有人講，其實頭呢，嗬，所以來講乜嘅佢當然識啦，嗬，有乜嘅用嘅問題咧，也應該下添，我整個繼續來老大家來討論到一相關嘅新聞，都有醫生來聊下，歇困下。